啊，那艺文界甲教育界嘛发生性骚扰的代志。伫汉文化协会执行长朱立熙，伊指控国家影视厅中心的董事长拿祖伟常常黑白甲人骗色。拿祖伟是毋承认指控，嘛讲无排除要提告。另外，嘉义大学有学生指控体育系主任甲人性骚扰，学校已经启动性平调查。我们终于有机会来开始执行这部纪录片。伫舞台顶热烈谈论长期伫艺文界努力的国家影视中心董事长拿祖伟，互人逼空，好亲像真接甲人性骚扰。伫汉文化协会执行长朱立熙初一半暝伫面册写文章，讲拿祖伟捌偷用别人的信箱密码，半暝写批互记者甲主播文字性骚扰，佮互人看到捌要求女记者坐伊的大腿。毋过拿祖伟嘛发表声明，强调这个指控拢毋是事实，严重伤害伊的名声。请朱立熙爱站在，安尼无要追究法律责任。严肃、严谨、谨慎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。依据刑民法第12条，那他所在的这个之前所在的这个事业单位，就是发生地发生的环境，可能要尽速展开调查，来要求督促来了解说当时发生的事实的状况。最近性骚扰事件的相关文章伫网络社群渐渐增加，像嘉义大学道女学生指控体育系姓黄的主任伫指导论文的时阵，真侪间感染，也佫有牵手的代志。毋过提出申诉了后，老师佫敲电话来靠餐，佫找人施加压力。校方面是回应讲已经启动性平调查，教评会嘛已经甲老师暂时停止聘用。接获通报，4月18号的时候，疑似被害人有向性平会提出申请调查，整个事件都在调查过程中。校教评会的决议呢是停聘到9月10号暂予以停聘。接受调查，权利的这件事情的结构，它不只是只有就是这个加害者拥有很高的权利，而是说这整个环境里面烘托了这件事情，然后让这些被害者认为他说出来并没有帮助，所以它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因素。民间团体是讲，部分受害者会因为社经地位、权势关系无对等，也是烦恼会搁再互人伤害，所以选择吞论，是毋是会当有更加健全完善的防治系统，显得特别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